個深圳盤睇盤揾 Yumi， 我係 Yumi 啊。Yumi 咧今日嚟到深圳羅湖區啊。今日咧要介紹俾大家一個4則嘅公寓單位，係70年產權嘅嚇，仲係文水文電，3米6層高，買一層送半層嗰隻啊。咁我而家睇翻 Yumi 嘅位置啦，我所在嘅咧就係9號線嘅元嶺站。咁呢個站嘅話咧，距離今日嘅主角公寓單位就係行路10分鐘嘅。順住呢條線咧，4個站係可以去到羅湖口岸，6個站可以到文錦渡口岸，都係10零20分鐘嘅。咁同埋咧，去到皇崗口岸都係30分鐘左右，地鐵係方便嘅嚇。或者咧係4個站咧，坐到深圳北，由深圳北咧再去翻去香港西九龍都係 OK 嘅。咁佢係可以實現話喺深圳呢邊住，喺香港嗰邊翻工嘅嚇。咁講埋啦，嗱呢個小區嘅話咧，佢而家嘅位置咧就係非常之靚嘅。佢門口啲食鋪係已經開齊晒㗎啦，同埋啲食鋪啊、銀行啊、藥房啊都係有齊晒嘅。咁同埋近啲嘅大商業嘅話咧，就有 KK Mall 啦，同埋萬象天地啦，同埋萬象食家嘅，都係比較大、比較多選擇，可以去逛翻街嘅嚇。咁另外咧就係佢嘅生態係靚㗎啦，佢近洪湖公園啦、荔枝公園啦、人民公園啦，所以係好多公園可以去行翻嘅，都係唔錯㗎啦。咁我哋就而家出發去了解翻最新嘅情況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嚟到售樓處啦，一齊了解翻今期嘅主角京記華悅佢嘅交通配套以及在售情況。咁我哋而家見到嘅呢個淺咖啡色嘅地塊呢，就係我哋今期主角啦。呢個位置咧係喺羅湖 CBD 非常之中心嘅位置嘅嚇。首先係地理位置好啦，咁我哋睇埋佢嘅交通情況啦。由樓盤最近嘅話呢，就係行路600米嘅9號線嘅紅嶺站嚇。呢個紅嶺站呢，直行落去，大概係3個站就可以到羅湖口岸㗎啦，時間都係10零20分鐘嘅。又或者咧喺紅嶺站呢度可以直接6個站去到文錦渡口岸都係 OK 嘅嚇，都係10零20分鐘。咁或者咧係有行到去元嶺站咧，元嶺站呢個位置可以坐4個站到深圳北站，到深圳北站之後再轉條線翻去香港西九龍都係 OK 嘅。高鐵、地鐵都有得揀嚇。由我哋屋苑咧直接打架車去羅湖口岸都係10幾分鐘嘅。咁或者去福田口岸嘅話咧，打架車過去都係20零分鐘左右，都係方便嘅嚇。咁我哋再嚟睇翻佢嘅商業情況啦。咁樓盤嘅話，本身係自帶有4000方嘅商業嘅，就喺屋樓下嚇。咁我哋再睇埋佢附近嘅啲商業。首先啦，喺屋苑對面嘅話，一條街係已經開齊晒啲商鋪嘅啦，啲藥鋪啊、食鋪啊同埋銀行係已經有齊晒嘅。咁遠少少嘅話咧，就可以去到京記 KK Mall 啦，仲可以去到地王大廈樓下嘅商業街可以去逛翻嘅。或者咧，我哋又可以去到深圳萬象城啦，或者由北面嘅話咧，都去到華潤嘅萬象食家嘅，過去都係行路10零分鐘咁樣，都差唔多噶啦。再睇埋佢嘅生態配套啦，喺屋苑嘅話側邊就已經係有人民公園，行路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洪湖公園。高層嘅話係可以見到人民公園個景色嘅，都係特別靚嚇。咁呢邊嘅話咧，個公園規模都係比較大嘅，平時可以去散下步去鍛鍊下，去望下個景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嚇。又或者咧喺我哋屋苑嘅話咧，有翻一個荔枝公園啦，都係近嘅，咁規模都係比較大啦。荔枝公園呢邊都有少年宮啊、圖書館啊、活動中心啊咁樣嘅。咁我哋去到嘅話都係行路10分鐘左右嘅。又睇埋佢嘅教育情況啦，離屋苑最近嘅就係桂園小學同埋紅桂中學，呢兩個咧就係最近嘅學校啦。咁遠少少嘅話咧，仲有紅嶺小學嘅。呢邊學校都係多啊，因為喺羅湖中心區嚟嘅。咁再睇埋佢嘅醫療配套啦，2-3公里之內嘅範圍咧係有深圳嘅人民醫院啦、深圳嘅第二人民醫院啦，同埋深圳嘅婦幼保健院嘅。咁醫療情況都係比較近，如果話想做翻個 body check 嘅話，都係 OK 嘅嚇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屋苑嘅在售情況嚇。咁屋苑嘅話咧，佢就係有4幢樓而組成嘅，2棟嘅1單元、2單元、3單元係住宅嚟嘅。咁住宅咧而家就係賣到整翻啲尾貨啦，有88到95、143、153、220都係啲大戶型嘅嚇。
係3到5房嘅，600萬起嘅。咁啲住宅咧仲剩翻10零套咁樣，就唔係好多噶啦。就係26年嘅12月份會交付嚇。我哋講翻今期主角就係一棟嘅，一棟咧佢係商務公寓啦。咁1至3層嘅話咧，佢就係做咗一個雙大堂同埋商業嘅設計，由3樓起售嘅。3樓到43樓嘅話咧，就係今期主角啦。佢係3米6嘅層高嚟嘅，喺公寓單位下43到65層咧就係辦公嘅樓層嚟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啦，佢而家推出嚟嘅樓層嘅戶型嘅話咧，就係有48方嘅、51方、53方、66方同埋83方嘅2至4房啊。西北南3個朝向嘅，係精裝交付嘅嚇。咁而家咧佢係做咗實體樓，不過佢就要係月底先至開盤嚇。我哋可以先嚟睇下，了解翻都 OK 嘅。咁佢交樓時間嘅話咧，就係27年嘅12月份嚇。另外咧就係而家佢推出嚟嘅呢個公寓單位係70年產權，文水文電帶埋露台，所以佢性價比係好高嘅嚇。喺路呢個區域嘅70年產權啊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啦，樓盤本身都係有翻啲配套嘅。首先住宅樓下嘅話咧，就係已經有商業啦，同埋有個公交車嘅市務站啦，同埋老人嘅照料中心都係有齊晒，社康中心都係有齊晒嘅。咁呢個3棟呢度咧，仲係幼兒園，幼兒園到時咧都會同樓一齊去交付嘅。咁2樓嘅話咧，都係空中花園啦，有差唔多9000平方嘅，仲有埋泳池。到時咧啲公寓嘅業主都可以過去嘅嚇，啲配套都係可以共同咁享受嘅。咁我哋而家就上去睇翻個實體樓。
我哋睇完片啦，而家咧就落樓同大家做完個總結先。咁首先嚟講啦，缺點咧我係諗到有2個嘅。第一個咧就係佢而家仲未開盤，要月底下，大概嘅價格咧，銷售姐姐話大概係4萬蚊左右嘅。都差唔多㗎啦，喺呢個區域啊，都算係比較實在嘅價格。咁再講第2個缺點呢，就係佢交樓時間係長少少嘅，係要去到27年嘅年底，都係2年時間咁樣嚇，時間係長少少。不過優點咧好明顯，佢係70年產權嘅公寓單位。咁喺羅湖喺福田嘅話，70年嘅公寓單位係比較少見嘅。另外嘅話咧，就係3.6嘅層高啦，買1層送半層，都係性價比高嘅。咁仲有佢就係佢大精裝修嘅，都係文水文電嘅喎，呢個都係比較少見嘅，所以優點都好明顯嚇。如果話唔係咁急住嘅話，其實呢個位置係可以入手嘅。另外嘅話咧，就係呢個位置佢係屬於羅湖嘅 CBD 區域啊，所以話呢邊啲業態同埋呢邊嘅商業係非常之成熟嘅，買嚟投資嘅話咧，去放租都係唔錯嘅喎。咁另外咧就係佢呢度咧離公園、離地鐵口都係800米、600米左右嘅距離，都係比較近嘅。然之後咧出街就已經係可以行街去食嘢，都係 OK 嘅嚇。咁另外咧就係咧呢個位置啊，就係佢嘅商業都係方便嘅。喺出門口嘅話，你睇右手邊嘅話就已經係啲街鋪已經開齊晒㗎啦，銀行啊、食鋪啊同埋藥房啊都係有齊晒嘅。咁行遠少少，仲有京基摩啦，仲有華潤嘅萬象食家啦，仲有埋深圳嘅萬象城啦，都係比較近嘅嚇，行路都可以去到嘅。咁呢邊咧就係羅湖嘅 CBD 中心嚟嘅，商業同埋公園都唔使講㗎啦。公園就喺隔離人民公園同埋洪湖公園，都係行路幾分鐘，生態都係靚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啦，佢呢個位置嘅話咧，可以有咁樣嘅4職單位同埋70年產權，真係好難得嚇。咁如果話對呢個盤感興趣嘅話，可以加屏幕上方 Yumi 嘅 WeChat， 到時咧可以揾翻 Yumi 帶大家一齊嚟睇樓，一齊嚟幫大家劈價嚇。同埋咧留意翻佢嘅價格嘅話，到時咧第一時間出嚟我就同步翻俾你就 OK 㗎啦。咁另外咧就係佢係送精裝修啊嘛，就冇家電嘅。咁到時家電嘅話咧，可以由我哋公司嚟回贈翻俾大家，或者係回贈翻現金俾大家都係 OK 嘅。咁如果講得 Yumi 都算講得清楚嘅話咧，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同時一定要記得訂閱翻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每日咧都會去更新深圳嘅樓盤嘅。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